咦，你咪群姐？你好。群姐，你隻腳哦，你睇下邊有嘢啫？不過呢，我哋年紀大，行得多咯，咁對腳就攰啲。咁而家有個輪椅坐呢，就覺得舒服啲咯。我最近咧都買緊電動輪椅啊，不過電動輪椅咧好重噶。你呢個型號係？呢一架輪椅呢，就叫做 Ego Carbon 碳纖維電動輪椅。好輕㗎，得12kg㗎咋。輪椅嗰架車架呢，係採用全碳纖維物料製造，而車胎啊仲係用鎂合金實心車轆，前轆係雙避震系統，大大提高吸震能力。控制器仲配備埋電筒，方便喺暗啲嘅環境操作。人體工學闊扶手，適合大部分人手型，挨落去更加會舒服啲。採用 Microfiber 皮革坐墊，耐用及透氣兼備，1秒就可以將輪椅接埋，座椅位置配備手抽，更加方便移動。根據用家需要，控制器有5段速度調校，鋰電池仲可以外置插電，1粒電可以行10幾公里，夠晒1日用啊！拆咗個電池後，仲可以上飛機。有時擺架輪椅喺阿仔架車度，拆咗個電池返屋企叉電，輪椅都唔使拎返屋企啊！唔好睇佢咁輕喎，普通斜路都攔唔到佢㗎。仲有防反碌，確保安全。有陣時唔想用電動嘅，就拍咗後邊2粒仔，可以用手推，就係咁簡單啦。真係好輕喎！係啊，得12kg啫嘛。歡迎嚟到我哋陳列室參觀。